最近伫网络顶造成一篇讨论的亚洲的地狱与幽魂特展，即将伫咧6月26号开展。台南市美术馆特别伫开展进前举办记者会，介绍这次展出内容，包含日本合同、泰国幽魂娜娜，到电影内底僵尸，拢是这次展出的重点。南美馆董事长苏宪法表示，展览的感觉其实无可怕，大家会当安心看展。如果你来看了以后，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一种展现。那对整个所谓的幽魂文化也好，鬼魂文化也好，这是长久以来我们所不能避免的。那为什么说不能避免？那是一种长久的传说。这个传说，怎么样你才能够打破这个传说？我们只是说这个展览把外国人、法国人他来看待东方文化的这个鬼魂文化，所以有中国的，有日本的，还有台湾的，还有泰国的。尤其这次特别呢，展出我们9位台湾的艺术家，法国馆方非常的期待，我们台湾的艺术家可以亲自参与。该展览是由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伫2018年推出，介绍几百年来亚洲对着鬼的恐惧甲想象。展出的作品相当具有代表性。而首次的国外巡回就选择来到台南，其实也是因为台南有着众神之都的美誉。受邀看展的副市长赵清惠表示，台南作为一个众神之都，我们从临水夫人一直到我们的玄天大帝信公庙，这个都是一个人，把它就是说从生到死都有我们的庙宇在照顾，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议会所有的今天出席的我们的民意代表，特别来加持。这次展览伫台南市美术馆展出，展出日期自6月26到10月16号。平常日甲礼拜拢会当看展到暗时6点，拜六则是会当看到暗时9点。欢迎民众前往参观。若是想要挑战家己的胆量，不妨会当选择拜六暗时前往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